中国政府，世界应该赞扬我们的努力。中国政府在东突厥斯坦建立集中营，并在这些营地监禁数百万维吾尔族人之际，中国当局称这些努力应该受到全世界的欢迎。虽然维吾尔活动人士和国际人权组织将这些做法视为同化和中国化，但中国称其为打击恐怖主义和去极端化的努力。此外，中国认为应该赞扬他们为解决这些问题所做的努力。中国增加了迫害，中国将在东突厥斯坦的打压和迫害政策扩展至其他地区。长期以来，中国在占领下的东突厥斯坦实施了反人类高压政策，数百万维吾尔人受到任意监禁。现在，中国开始将这些打压和限制扩展到其他地方。据悉，居住在北京郊外的穆斯林开始受到限制，当局限制了宗教书记，关闭了多座清真寺。英国广播公司广播被中国停止。据英国广播公司的一名记者说，中国审查了一则关于在教育营拘留超过100万维吾尔族穆斯林的电视报道，并突然切断广播。中国不断强化东突厥斯坦的镇压和同化，而且试图封闭来自东突厥斯坦的新闻。斯蒂芬·麦克唐纳成功拍摄了当他在世界新闻节目开始谈论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受到待遇时，电视被停止的那一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严厉指责马杜罗是病态暴君，美方是时候采取行动支持民主，回应美国拒绝人民的需求，而马杜罗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蓬佩奥强调，他们将继续努力确保委内瑞拉人民所望的民主和他们所需要的人道主义援助。他称，美国在委内瑞拉的唯一目标是民主。去年死亡3804人。一份联合国报告显示，阿富汗2018年平民伤亡人数创新高。联合国驻阿富汗援助团24日发布报告，显示将近3804名阿富汗平民去年在战乱中死亡。根据联合国收集的数据，2018年战斗和残酷暴力夺走了3804名平民的生命，其中包括927名儿童。这是2001年阿富汗战争爆发以来又一个悲剧记录。